不要干嘛？美国说的，他没有抽的时候，我说为什么要固定？赚钱都是他赚，他没有他赚钱他都不要了。人家家的孩子都是傻瓜，他现在都生那个智商100了。啊，回台北。好，经过那个调查，养猪产业的调查，我们今年的头数比去年多了差不多2万头。那今年这样子预估，今年的我们彰化县的这样头数，将近也有76万头。那最主要是说我们的养猪户本身的对于疾病的控制还有育成力提升，所以我们彰化县的那个这样头数在全国只有我们是不降反增的。那我们的养猪的优良技术一直在改变，一直在增进。那我们希望说大家好好的保护这个养猪的产业，让我们彰化县还有全国的乡亲都可以吃到我们彰化县健康的猪肉。要选购彰化健康猪肉，我们最大的一个通路就是全联，全联的那个生鲜超市都有我们彰化健康猪肉的那个选购。那我们彰化县目前有25家的那个彰化健康猪肉专卖店，欢迎我们的乡亲多多选购。大家这赶快，大家这赶快，这水人的肉骨，水人的肉骨，你拍袂好拍袂好，咱有流水号，咱有流水号，1、2、3、4、5的流水号，